2026年咧就要留心嘅。上半年嘅股市咧係冇咁好嘅，下半年係會比較旺嘅。所以咧，如果要入市嗰啲人嚟講咧，佢有調整落嚟就吸啦。每次見到個消息差你就入市就啱㗎啦。咁咪揸翻佢差唔多2年嘅時間，去到2027年嘅10月先至放。咁樣咧，你就可以攞到一個最高嗰個利潤啊。AI 人工智能能源係旺20年喎，唔係旺1年喎。咁即係話，我仍然係可以喺呢段時間入邊嚟講，我可以收集多啲同 AI 人工智能能源有關聯嘅股票，去持有呢20年啊，唔係持有1年啊。所以黃金而家見到好高啦，但係絕對係有餘未盡。不過佢唔會年年都升，佢總有向下調整啊嘛。買黃金咧就唔可以攞嚟短炒嘅，你只能夠仲有一種長線收集嘅角度，你當佢古董咁樣慢慢收集。鼠、虎、龍、馬、猴、狗呢6個生肖都係比較差嘅，其中最要小心嘅咧係屬鼠嘅生肖，你容易破財喎。好啦，咁你就唔可以去掂一啲容易輸錢嘅投機行為。好中意炒嗰啲咩期權啊、牛熊證啊、窩輪嗰啲，唔該你今年2026年咧就唔好炒啦。最後啦，我哋都一齊祝我哋咧光大證券國際嘅觀眾喺2026年馬上行運，馬上致富，恭喜恭喜！冬日勁想抽，總值超過27萬名牌家電任你抽，立即下載EBSI Go 齊齊抽啦！